创世纪第14章，亚伯兰解救罗得。伫暗拉菲做示拿王，阿略做以拉撒王，基大勒玛做以兰王，提达做哥印王的时，因联合来攻打索多玛王比拉、哥摩拉王比沙、阿玛王示拉、西边王神以别，以及比拉王。比拉就是索尼。迄四个王拢来西顶山国会合。西顶山国就是现在的沿海。因予基大勒玛统治12年久，到第13年背叛。第14年，基大勒玛带遐个甲伊结盟的王，到阿斯塔略加陵，杀赢利法因人，伫哈密杀赢苏西人，伫基列丁平原杀赢以米人，伫以东山区杀赢何利人，一直到瓦郡旷野的以勒巴兰。因倒转到稳密巴，就是加地斯，攻打阿玛力全地区，甲住伫哈西顺塔玛的阿摩利人。对安尼，索多玛王、哥摩拉王、阿玛王、西边王、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尼，拢来西顶山国排阵，要甲因交战，就是甲以兰王基大勒玛、哥印王提达、示拿王暗拉菲、以拉撒王阿略交战。四个王对抗5个王。西顶山国有真侪达玛加坑，索多玛甲俄摩拉这两个城的王逃走，跋落去迄内面。其他的人逃走去山顶。迄四个王将索多玛甲俄摩拉的财物以及粮食拢抢走，做因去，佮将亚伯兰的侄仔罗得甲伊的财物拢抢去。迄时，罗得住伫索多玛。有一个逃走的人来甲希伯来人亚伯兰报告这个消息。迄时，亚伯兰住伫阿摩利人万利的上丘遐。万利、以实国甲阿乃拢是亲族，有甲亚伯兰结盟。亚伯兰听到伊的侄仔互人掠去，就带遐个因兜出世、受训练的壮丁318人，对入迄四个王到丹。到暗时，伊甲伊的部人分队攻击对敌，甲因入到大马士革北边的河坝。伊将所有互因抢去的财物抢倒转，嘛将伊的侄仔罗得甲罗得的财物、妇女，以及其他受掠的人拢抢转来。麦基洗德祝福亚伯兰。亚伯兰杀赢基大勒玛以及甲伊结盟的王倒来的时，索多玛王来沙米山国迎接伊。沙米山国就是王的山国。至高上帝的祭司撒冷王麦基洗德嘛带饼甲酒来，甲亚伯兰祝福，讲：愿创造天地至高的上帝赐福予亚伯兰。愿予亚伯兰杀赢对敌的至高上帝得到称赞。亚伯兰将拢总所得到的10%送予麦基洗德。索多玛王甲亚伯兰讲：人交予我，财物拢予你。亚伯兰甲索多玛王讲：我基上主创造天地至高的上帝咒詛，你所有的物，连一条线、一条话带，我拢毋摕。这边你讲，我予亚伯兰好业，毋过壮丁的粮食你得补我，甲我做伙去的阿乃、以实国、万利、应得的份，得出在因体。